大家拢知影关怀一地救人一命，不过最近超极热的极端气候，加上疫情来搅乱，以及暑假之交，就是影响关怀量上大的季节，嘛，互关怀中心相当烦恼，因为直到6月27的统计，南部血液库存只剩4天，无到1礼拜安全库存量，整体已经有6000地以上的缺口。近期已经开始放暑假，那我们的血库就会先少30%。那这2周又因为真的太热了，所以原本上一周预期说假日一天可以有4000袋的血液进账，都大概只有捐到7-8成。面对欠血危机，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徛伫只要有需要，就会伫第一线的心情，即会全力配合关怀中心。6月30号，就要伫台南公园出动4台关怀车。对处议员林美燕为了唤起民众到时热情响应，嘛协助召开记者会，并邀集公部门卖力来宣传。血库必须要有一个安全量才可以，因为要及时救人呐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好人好事平常就是在关心这些，鼓励大家说好话、做好事，所以他也希望说，在这一次暑假之前，他们就举办一个捐血活动。那我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也准备了很丰盛的结缘品，就是每捐250cc 的血呢，就可以得到全联礼券200块，再加1包关庙面。那如果说捐赠500，就是可以赠送400块的全联礼券，再加2包的关庙面。这个都是有善心人士给我们这次活动的赞助。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。